捱咗3個月通宵，啲數據反而跌咗。你有冇諗過自己到底係同咩鬥緊？係個市場，定係你心入邊把聲？好多人以為自己係搏緊事業，其實係俾情緒困住咗，自己消耗緊自己。今日我哋要拆解嘅唔係乜嘢勵志雞湯，而係3種食緊你時間同決策力嘅情緒毒藥。首先講委屈感，你覺得自己付出咗好多，但係冇人見到，冇人認同，於是你就開始花時間去解釋、去證明、去等一個公道。但係你有冇發覺，你越係投入呢種情緒，你就越係走咗去，遠離咗真正要做嘅嘢。世衛啲數據話，全球每年因為情緒問題搞到冇咗超過1萬億美金嘅生產力。哈佛商學院嘅研究又話，情緒管理能力係跨國企業高管成功嘅關鍵。香港職場壓力調查更加發現，78%打工仔都試過因為情緒問題影響做嘢。第二種毒藥係負面自我暗示，你不斷同自己講，我唔得，我做唔到，我冇人哋咁叻。呢啲唔係謙虛，係認知扭曲。美國心理學會研究證實，過度自我批評會搞到你成日諗埋啲負面嘢，直接削弱你嘅決策質素同做嘢動力。第3種係長期焦慮，你永遠覺得唔夠，永遠驚會輸。呢種狀態俾國際勞工組織定義為職業倦怠症狀，會令你陷入慢性壓力循環。3種毒藥加埋就形成一個死圈，你越焦慮就越容易懷疑自己，然後更加覺得委屈，最後時間同精力全部嘥晒喺內耗度。但係問題嚟啦，你係嚟做嘢定係嚟討公平？叻嘅人從來唔會嘥時間去訴苦，因為佢哋明一個真相，怨恨係自己飲毒藥，然後等緊其他人跌倒。你冇得改變個市場點睇你，你冇得控制其他人點評價你，但你絕對可以控制自己將時間同注意力放喺邊。Google 呢啲科技巨頭推行嘅正念訓練計劃，證實可以提升23%工作效率。瑞銀集團俾全球員工嘅心理援助計劃，核心就係訓練情緒管理能力。新加坡政府甚至將情緒智力放入國民教育體系。點解？因為情緒管理已經唔係軟技能，而係核心競爭力。跨國研究證實，有效嘅情緒調節可以提升大約30%決策質量。你唔係冇能力，你係將能力擺錯咗地方。戒甩情緒毒藥唔係要你冷血，而係要你清醒。當你唔再用委屈感綁住自己，唔再用焦慮感逼自己去做嘢，你就會發現你其實可以用實力破局。情緒管理唔係壓抑感受，而係揀將精力擺喺真正有回報嘅地方。呢個先係叻人同唔叻嘅人嘅分水嶺。所以由今日開始做一個簡單練習，當你又想解釋自己有幾難有幾委屈嘅時候，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句，呢啲時間係用嚟訴苦定係用嚟破局？答案會好清楚，戒甩毒藥，你先有力量做真正重要嘅事。